我伫以前啊，拢定定办一寡演讲，拢是请一寡每一个做哦，拄仔蔡医师吼，蔡尚颖医师，伊嘛有来讲过精神科的一寡专业的知识，我学生拢听甲真欢喜。啊，足侪学生啊，伊咧写回馈时，伊拢写讲呢，我来参加即个演讲，事先毋知影伊是台语的，毋过我感觉真正伊听了即个遮尔啊精彩台语的演讲呢，伊足感动的。啊，有另外一半伊学生呢，伊是写讲。伊就是因为伊是台语的演讲，伊才要来听，所以我感觉讲，另外一个值得咱来推崇，就是鼓励大学教授来用台语来上课、开课安尼。真好吼！我来小可来拍断大家思路一下吼，啊，替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拍一个广告啦，吼。我感觉吼，咱即个台语吼，即个我常常咧讲一句话，就讲咱台湾文化论坛吼，毋是学术性的论坛啦，吼。是安怎讲咧？即个，咱即摆咧拍拼台语吼，有几个阶层啦，吼。啊，像第一个阶层就是讲广告性的，吼，展览性的，吼，啊，宣传性的，吼，即款的活动啊，吼，比如讲啦，台语演讲啦，吼，啊，即个选举的时阵用台语来吼，工具性的即款的吼，这是第一个阶段啦，吼。啊，真正对台语有帮助的吼，也是上要紧的。坎站就是讲台语要生活化，吼，迄才是活起来。啊，无你拢变做伫博物馆咧展览的，吼，也是讲咧互看空放映的，变做两个真无共的阶层啦，吼。啊，咱平台吼，咱平台的要点就是讲，咱有广告、展览、工具即个作用，但是咱要搁踏入去即个生活即个方面，就是讲咱爱讨论啦，毋是干那学术演讲，毋是干那米粉伫台仔顶家己一个人吼讲尔嘛。啊，今仔日吼，今仔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讲即个论坛吼，60几项要70回的即个论坛以来吼，今仔讨论上热烈，上侪人发言。吼，啊，即个背后因素足侪啦吼，因为咱即个电台、即个论坛真侪人，愈来愈侪人参加，啊，但是背后即个设计的人吼，即个功劳也真大。啊，米粉，你的功劳也真大，吼，因为你的讲法，吼，会引起大家想要甲你发问，吼，吼。啊，若一旦问题多，就变做讨论啦。啊，讨论就是生活啊，吼。所以我吼，今仔咱来替即个论坛来拍一个谱啊。吼，啊，我讲吼，今仔日实在就是台湾即个论坛吼，真成功的一个例啦。吼，好，啊，咱大家来家己替家己拍谱啊。我嘛来分享者，啊哈，我嘛来分享。就我要回应拄则有即个努力读律师哦，啊，搁有咱即个陈医生、陈吕医生，吼啊，就是讲台湾即马对台语的，即马对台语就是上少年即代对台语，其实吼，努力读律师拄则有讲着，就是讲，当然有台湾即个语言变甲安尼吼，有伊的背景。但是我认为讲，现代伊已经变做是无感啦，无感觉，就是当人少年囡仔，伊对即个语言，伊是无感觉。所以你讲这什物情感什物，甚至因对历史嘛无感觉。所以你下面讲历史，下面讲对方，毋对，就是即个过去的实民史，也是讲对方即马安怎甲台湾欺负，
因无感觉，这是嗯哼哼，现处时的一个，我是讲即个现象啦，吼，我毋是要含人冤家哦，我是要讲即个现象，哦啊，所以讲台语，伊就会变做讲，你安怎去？甲即个物件变做讲，因日常生活中，伊一定爱用着，所以我即个认为讲，这值得思考啦。就是讲，因为因无学即个物件的必要，啊，即马有无讲一礼拜爱国中、高中拢爱加一节课是学即个母语，或者是台湾的手语、手语。啊，等于讲足侪学生走去选手语。啊，选母语诶嘛足侪，因为伊可能本身会晓讲，但是伊是感觉讲是讨厌、有反感诶，嘛是有足侪。所以我认为这有一部分是教部手段上诶无好啦。哦，啊，就是即个方法上诶无好。啊，这是歹解决诶问题啦，这是歹解决。啊，这是台湾目前现在诶状况。哦，啊。当然，每一个人拢有想一寡办法，啊，我嘛有想一寡办法。哦，比如讲用即个台湾人，伊一定爱学英文，哦，我着用英文和台语做结合，啊，这是我想到诶办法。用补习诶方式，哦啊，甲台语拄则就是符合拄则单位医师讲诶，就是讲日常化。我用台语上课，但是我无爱特别讲我是讲台语。哦，我爱对外讲我是讲台语，我一开始是讲台语加英文，但是后来我发现讲我讲加英文就好啊，我实在无必要去讲我讲台语，哦，就是会变做一个正常诶物件，日常物件。安尼囡仔哦，伊接受着，伊感觉讲啊，虽然一开始听无，但是渐渐伊可能就听有。哦，所以讲。对因来讲嘛，袂感觉讲，为什么你爱特别讲台语？啊，这是一款心理作用啦，心理的手段。哦，这是我所想到。哦啊，就等于讲，我认为讲，过去像我过去的课拢会讲，台湾人过去受到即个人去讲侮辱啊，受人去欺负啊，所以即马台语无去，这已经是一个阶段，而且伊已经变做一个事实，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讲，伫咧教学的现场，佮讲即个代志，对我来讲，我感受到的是效果其实无大。我不如去找一寡方法，安怎去甲即寡物件变做讲囡仔伊学着啊看着，就讲哦，佮学着新的物件，袂产生反感。这我认为是重要的代志啦。啊，我感觉讲即马台语的困难点就是入门伤悬。啊，大家理想伤悬，譬如讲，咱讲大陆，咱讲白话字，其实对囡仔诶入门是足悬诶。哦，对囡仔入门是足悬诶。哦啊，入门悬，你着爱有相对应诶资源，但是台湾摕袂出来，这就是困难点。你若摕出遐济资源，当然这毋是一个困难，但是台湾政府摕袂出来，所以讲，我认为讲。像我进前有推广一个概念，当然这伫台语界若讲出来，足侪人会反对。就是我写即个汉字啊，用华语的注音拍汉字，但是我头壳内底想的是台语。这对一般的高中生，这对一般的台语人来讲，这是非常，就是甚至是会互人骂的代志啦。但是这对一般的高中生，甚至国中生来讲，我认为这才是有可能。哦，伊出社会，你袂用要求讲人手机啊，一定爱甲你安装一个，即个拍台语的软体，这是我认为是无实际。而且囡仔着本地着无迄个热情嘛。哦，所以你安怎伫你台语课学校，既然你已经甲加一节台语课，你安怎互囡仔伫咧出社会，还是伊毕业了后，伊也有机会甲即字拍出来？哦，甲即个词拍出来，哦，所以我进前嘛是有提出即个想法啦，提出即个想法，毋过
我认为大家有思考，但是认同的人无济啦。尤其台语界一直是首先是字的问题啊，第二就是大家认为拼音都应该学正确的拼音。但是我感觉讲台湾人的即个民族习惯吼，即个就是即个性吼，是讲伊会对即个环境对即个你所拄着的状况去改变。我认为这才是台湾人啊，就是你不管拄着啥物困难，你应该是去变化。所以这是我感觉讲和咱台湾人个性较无共款的所在。目前看到啦，是咱台语界教育，所以嘛无讲介成功。我认为可能有关系，我袂用讲完全啦。毕竟这原本就是已经，咱是救即个语言，伊已经原本的状况是已经要死啊。所以你安怎讲，总有好处，但是效果是安怎，咱无通比。但是只是无到迄个期望啦，搁有我讲嘛，要来小可拍一个广告。我1月18号嘛是暗时6点嘛是开一节课，我等下再甲网址通互大家，就是嘛是主要是讲台语的，因为咱讲台语文学讲啥物，就是咱足少讲着台语的语音甲咱的声调的即个进前即个历史讲一节但是无讲介济我就是以台湾传统的，因为台湾过去嘛是有即寡嘛是有即寡老师嘛，伫古早的台湾嘛是有人咧教册啊传统的即寡教法我安怎甲创新1月18号暗时抑搁有就是讲迄是结合我一寡英文课啦就是等于讲一个范例啦拄好是1月份的开放互社会大众来听安尼搁有讲即个欧洲的语言因这都含美惠教授的即个伊讲莫叫教授啦含即个毋过我安尼叫名嘛足家叫的就是含即个美粉员伊的专业可能嘛是有关系，就是即个来讲即个欧洲的语言因的关联性包括讲一寡辅音，就是讲主音的音转是安怎，你安怎用即个方法来学搁较侪语言我认为这是我推测的一个手段啦，就是可能吸引一般的人来参加我专程嘛是用台语所以我认为免特别讲出台语，但是至少我上课就是讲台语嘛，对吧？我是分享着足侪想法互大家啦，无做啥物整理，就想着啥物就讲啥物，好啦，多谢。我感觉当哥最后讲一句话因为即摆已经足晚，我感觉已经赞袂着。迄个就是讲，我今年今年本地有要开讲台语搭喙鼓即个通识课嘛，毋过选课的人足少，敢若6个还是7、8个尔，所以即个课都无开即件代志呢，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迄个思考啦是讲，因为我应该讲，讲我个性拢是较认真，而且我感觉讲我加开时间来开一个通识课，我就是望讲学生会当较认真的，所以讲毋知是毋是要求伤悬，还是安怎，所以讲选课人较少。即件代志我感觉甲拄迄个孝安讲的有一点共款的所在，就是咧讲学生要互学生接受台语即个门槛固定伤过悬的时阵呢，对方就较无法度去接受。也就是讲，咱所有的努力，咱应该是要去将遐个本地拢无想要讲台语的人，会当影响着因想要讲台语，这才是上介厉害的嘛，对毋对？咱是要影响遐个。连遐无想要讲台语的人，有若想要来讲，这是更较重要的代志。我着去想着有一寡老师，我的前辈拢甲我讲呢，伊感觉讲伊的课一定爱互学生呢先介意即节课，伊才有法度去影响着迄个学生。也就是讲，咱若对
学生要求伤悬，还是迄个户定伤悬的时阵吼，对方要接受的就真，迄机会就搁较少吼。啊，拄拄安尼，迄个带上映医师啊，像伊的做法，我感觉着真可取吼。因为伊上课的过程，我有去上伊的课啦吼。啊，伊上课的过程吼，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真趣味的人，啊，伊嘛伫伊的专业，伊拢表现了真好，所以伊的上课，伊常常拢得到迄种啥物年度最佳老师迄类的奖吼。所以伊的课内底有当时啊，伊若灿烂着台语的时阵吼，学生袂去讲反对伊咧讲台语吼。啊，伊伫期末的吼，伊即学期就甲我讲，伊即学期期末的报告是，伊拢甲学生讲呢，伊每一档拢安尼，拢甲学生讲呢，伊的期末报告，恁即组若愿意用台语来报告，安尼有加分。哦啊，所以着伊的学生着，伊着有差不多真侪学生着拢全部拢用台语咧讲，而且佫讲了袂歹吼，伊有寄两段互我听，啊，所以我感觉蔡医师伊即种做法，就是讲呢。第一本身就讲，你爱互学生介意你即个人，还是你即个课，还是讲你即个医师，自然呢，你尾啊要去影响伊的代志，就较有可能会当达到迄个效果。所以我咧想，我感觉这就是小安所讲的，就是讲，咱要推出台语的时阵，咱的户定，迄个抗战袂使设了伤悬，要求伤悬安尼。所以我今年的课。开无成呢，我感觉讲可能是，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袂使要求伤悬安尼。好，歹势，我想要补充一下啦，就是我感觉就是拄则讲迄个用罗马字来学台语成本互定相关即件代志，我完全无法度接受啦。其实你若学白话字吼，一礼拜以内绝对是学会晓，尤其是少年家人。我感觉迄无影啦，而且咱读册话其实有几啊个迄个第一线的教师，因教学生教迄个白话字、罗马字，其实因拢学了足紧。我感觉拄则讲即个所谓的成本伤悬、互定伤悬，即件代志无影。嘿，我拄则佫听着讲写汉字用注音符号，头壳内底上台语。的声音，我感觉这完全变做是违心的，我这完全无法度用科学去证明而且我感觉讲，这种主张根本就是咧糟蹋咱即马拍拼台语遐济档的人，拍拼用白话字写作，传承这白话字的这传统100外档的传统的人，其实这种讲法真正是完全咧糟蹋咱的拍拼。我感觉就是我完全无法度认同，毋过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听了我的立场态度是安尼，以上。哇，今仔日讨论实在是真精彩吼，搁真多元啦吼。我想这嘛是咱即个台湾文化论坛吼，即个设计的目的啦吼。是毋是咱今仔日咱就到遮，因为我想米粉丸遐足晏吼，人想甲伊吵啦，吵甲伊安尼即摆身躯拍歹去吼，伊还佫有足侪代志通爱做啦吼，咱后礼拜吼，咱过来迄落吼，大家过来聚会吼，迄个李医师含迄个陈瑞兄吼，我会送。甲你约时间吼，含迄个潘导演吼，我甲你约时间吼，咱原则上伊是讲伊拜一吼，伊的时间3点以后拢有闲啦，所以就是阮遮，阮遮差不多12点，恁遐东华3点安尼啦，另外讲迄个咱迄个是毋是要加一场吼？咱遮私下咱过来讨论好，安尼感谢大家，好，感谢，感谢大家，好，拜拜。再见，再见。再会。